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治的第152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52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52天。就在这第152天局勢突然发生逆轉。什麼叫逆轉倒放天干呢？就在特朗普暫停對伊朗的打擊，是吧？他前面連續打擊了13天，在第14天，特朗普突然叫停了，說給外交騰出空間。結果停了3天不是3天就是4天吧？伊朗突然出手了，伊朗主動發射導彈打擊美國在中東的基地。你說這叫什麼事？這個可以說打了特朗普的耳光，這個只能這麼說。為什麼呢？也是以往伊朗都是叫反擊，都是你美國先打我，你打我一下我反擊。當然美國也有借口美國說我打你是因為你打那個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油輪、貨船、商用船只，我在懲罰你。那伊朗說你打了我，你炸我，我就要反擊。你看就這麼個程序。過去13天，對吧？都是美國炸完伊朗，然後伊朗就馬上進行勝利2反擊，這是第多少輪？這次對吧？難免好不容易雙方停火了，而且這個前2天的吧，伊朗革命衛隊還說了，你美國只要不動手，我們就不反擊。結果昨天晚上朗子主動打擊美軍在中東的基地，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特朗普給愣住了特朗普懵了。美東時間今天下午5點45分，其實就是昨天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從伊朗發射了多枚彈道導彈，對駐紮在中東的美國部隊發動突然襲擊，所有伊朗導彈均被成功攔截，美國部隊保持高度警惕和高度戰備。根據外媒報道美國官員稱伊朗向約旦一處美軍基地發射了彈道導彈，導彈已被約旦攔截。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襲擊是自上周五美國暫停對伊朗的攻擊以來，伊朗首次對該地區的美國基地發起導彈攻擊。美國中央司令部隨後證實美東時間今日下午5點45分，北京時間今晨，就是北京時間今天早上伊朗發射多枚彈道導彈，試圖對駐中東的美軍進行突襲，所有伊朗導彈均已成功攔截。美國中央司令部稱美軍保持警惕，處於高度警備戒備狀態。受消息影響原油周三盤出持續走高，日內漲幅擴大4%。這個很有意思這一回輪到美國反擊了，但是特朗普還有美軍到現在挨了打，他沒有表態他只是攔截了這些導彈，沒有說反擊，很罕見只是說未造成損失。你說這叫什麼事伊朗主動出擊，特朗普也沒表態這個我個人認為恰恰說明伊朗內部已經完全分裂。當然了，他打美國這個特朗普難看特朗普丟人，這個很正常。但是這說明伊朗內部已經公然分裂。這個衛隊確實是吃了豹子膽後面有人撐腰，不是真聯盟大哥就是其他人在撐腰，決定魚死網破就在這個美國和伊朗雙方在談判，當然不是直接談判就是阿曼那個代表團特朗普不說了嗎？暫停打擊是為了給這個外交談判留下空間。那個外交談判指的就是阿曼代表團到德黑蘭談判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問題。據說取得一定成就。特朗普昨天晚上就在伊朗打擊這個中東的基地之前，特朗普還說雙方談判有進展。當然了，他同時也在威脅就在7月28號，特朗普還再次強調如果伊朗不達成協議，他將下令美軍把事做完。他強調美國不能讓伊朗再撕毀協議。特朗普周二在接受福克斯節目採訪時說美軍必須恢復對伊朗的海上封鎖，因為伊朗違反了他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在6月份簽署的美伊諒解備忘錄。自從諒解備忘錄簽署以來伊朗多次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川普譴責伊朗違反停火協議，
並宣布結束美伊停火，作為對伊朗襲擊山船的回應。特朗普還下令美軍空襲伊朗設施，並恢復對伊朗的海上封鎖。我們不能再讓他們撕毀協議。特朗普說總統還提到了伊朗談判代表反覆無常的表現。他說不知何故，我們可能正處於一場美好談判中，伊朗會突然跳出來說，我們沒有在談核問題，我們沒有談論過核問題，但我們討論的就是這件事。所以特朗普也被整的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這回伊朗人乾脆，對吧？你前面說談判，伊朗人一直沒承認說跟美國人談判但是特朗普一直說伊朗求着美國談判，對吧？昨天那個盧比奧也說的吧，是伊朗人求着美國談判，希望達成協議。今天卫队就給了特朗普一巴掌。以前都是拿嘴否認，對不對？以前衛隊都說沒有，對吧？我們沒有跟這個美國人談判。今天懶得廢話了直接拿導彈來回應你。你不是談判了嗎？用導彈來談判，這一下特朗普可以說憋成內傷了。特朗普還表示他希望避免轟炸伊朗的發電廠和橋梁，因為伊朗人民必須活下去，這是一種非常非常微妙的平衡。他說我認為現在處於非常強勢的地位就是美國強勢地位，現在看不出來我感覺衛隊才是最強勢的地位特朗普還說若達不成協議，他將摧毀伊朗橋梁和發電廠，橋梁1小時就能摧毀說電廠1天內就可以完成。他稱建橋需要10年，建電廠最耗時，而摧毀幾億。他估算9100萬人將因此斷電，失去橋梁，並稱已向伊方傳遞這一威脅，認為威懾本身已足夠有力，但若對方不妥協，將付諸行動。好了，現在伊朗人用導彈來回應了你，你怎麼付諸行動？現在就看特朗普發大招特朗普不是說要發大招嗎？這個特朗普他周二還告訴福克斯新聞，還信誓旦旦的說他說目前已經進行了一些非常好的談判，好的談判那就是衛隊就直接拿導彈招呼是嗎？所以從這個說我們也不能說特朗普撒謊，特朗普很有可能跟那個伊朗的改革派在下面談判。這個咱們一直在說這個改革派動不动就給伊朗給跪下，對吧？給特朗普，給美國，然後出了門他也不認，這特朗普自己都說了，对不對？出了门他就是沒有談過核問題，在房間裡面呢，什麼條件都答應，對吧？都好說。特朗普一次又一次的上當跟這個伊朗的改革派談判，總充滿了希望，但是這個衛隊可以說是毫不留情面的毫不留情的大巴掌招呼在哈梅内伊的這個葬禮期間是吧？這衛隊就開始打擊攻擊這個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線的，就是阿曼灣那一側的，就阿曼那一側的油輪。按理來說，對吧？在那個前已故領袖葬禮上，對吧？那好幾天呢，你稍微消停一點，对不對？等把葬禮辦完了，你再動手。衛隊根本就不管，就趁着那個葬禮上面那個伊朗的盤盘們呢，那個气焰非常高漲，氣氛非常這個，對吧？就上頭了，非常嗨非常強勢。然後呢，把那些主張談判的，对吧？阿拉戈奇差點都用石頭砸了那麼人圍攻他，完了這個高喊讓這個佩茨西江去死，讓那個卡利巴夫去死。所以在這種氣氛下，那個衛隊就上頭了衛队一上頭就等不及這個已故領袖哈梅内伊的葬禮結束就動手，結果引來了13天是吧轟炸，說明現在伊朗是衛隊全面掌握了這個主導權，這個改革派這些小伎倆起不了大作用。為什麼呢？因為人家手上有槍桿子，對吧？人家有行動能力那现在就看特朗普他怎麼應對，怎麼回應。這一巴掌扇的以前都是拿嘴扇，不承認，對吧？這個衛隊說了，我們不跟美國談判，沒有跟美國接觸。這回你們這個改革派是吧？那談判代表那些人，你們私下來跟美國談沒有用，对吧？我在明面上給你们牌撕了，掀桌子了。衛隊還是得到了高人指點和高人這個叫拱火澆油，因為他知道一旦這個美國中期選舉一結束，那特朗普恐怕就肆無忌憚，那個時候還是要挨揍。那既然那個時候挨揍，那不如現在就開始，對吧？
讓你特朗普很牽掛。你一方面要為中期選舉操心，叫投鼠忌器嘛；一方面，伊朗就趁這個空間了博弈啊，特朗普也軟肋。昨天我的節目就說了啊，阿曼和伊朗的這個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呢，肯定是談不成啊，對吧？這個矛盾是兔子頭上獅子明擺着的，你不管什麼方案都滿足不了伊朗人的胃口。伊朗人第一步，他是要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也就讓全球啊，你尤其是海灣這些國家，然後美國，你們都得承認霍爾木茲海峽歸我管。至於什麼時候收費，怎麼收費，那都是我的事情，我可以現在不收，但是你們先承認這地方歸我管。什麼地方？整個的霍爾木茲海峽啊，不是說什麼12海里以內，這就是伊朗人的這個算盤。所以這個阿曼提出的任何方案都沒用。阿曼的方案是什麼？因為這个霍爾木茲海峽最窄的地方，它是小於24海里的，也就是說啊，這個伊朗和阿曼的這個應該叫專屬什麼經濟區，或者叫什麼的啊，大陸架什麼沿海線啊，反正他們是相交的，有重合的部分。所以這個阿曼的這個方案什麼意思呢？就從中間畫起啊，中心線，你那邊歸伊朗管，這邊是我阿曼管，然後一個海峽兩種機制。什麼叫兩種機制呢？就是反正從我阿曼這邊走的都是按照國際通行規則，不收什麼過路費，也不用檢查，也不用什麼啊這個報備，恢復到22月28號之前。但是阿曼可以收服務費，就是你需要服務的吧。好，這是阿曼這一側。那麼伊朗那一側呢，由伊朗這個也不要收費，而是由來往的船只啊自願捐款給伊朗捐錢。這個就像那個有的時候大家買機票啊，大家那個很多這個 APP 啊缺德的很，你買機票的時候，它下面給你一大堆那個，比如說你是願不願意裝3塊錢給什麼基金啊，願意裝多少錢給什麼，或者你是不是順便買一份什麼保險啊，等一大堆在下面，是不是啊？一不小心你就勾上了，你以為那是什麼玩意，對不對？實際上是讓你捐款的，有的人不清楚啊，一點就勾上了，就捐了3塊錢或者10塊錢，就這意思啊，就是你從伊朗那一側走的，你自願捐款。阿曼這個方案實際上就是海合會，就是海灣這個國家聯合會他們認可的一個方案。這個方案實際上什麼呢？這個方案考慮了給衛隊面子啊，也就是你衛隊可以宣稱，對吧？你那個歸你管，完了之後你可以搞你的收費，這樣大家都有台階下。美國的目標啊，目的它達到了，反正那個海峽可以自由通行，那只不過你走阿曼那一側，對不對？你要走伊朗那一側，你就給伊朗捐款，你願意捐就捐。這個就考驗啊，伊朗的那些友好國家，跟伊朗關係好的，你從他那邊走，你給他交點錢唄，對吧？你算是贊助自己的窮兄弟啊，你有錢對不對？你不是對海峽收費，你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那你就在那捐款去，對吧？你也不想交錢，你就走阿曼這一側，你看看，那你說伊朗他能同意嗎？那當然不可能同意，對不對？伊朗說了，你阿曼那邊也歸我管。我統一管起來，然後到時候有錢帶你分一點，就這意思。理由很簡單啊，因為海峽最窄的地方啊，這小於24海里，然後那如果有船對這個伊朗的主權形成威脅，怎麼辦？人家是以安全說事，拿這個做借口。所以說啊，這個我估計是昨天晚上談崩了啊，朗子想了想啊，思來想去的，決定乾脆掀桌子吧。這裡面還有一個因素啊，也就是昨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還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分別啊跟特朗普會晤，而這兩個都跟伊朗有關係。烏克蘭剛把這個裡海啊，伊朗的生命線給威脅了啊。大家都知道啊，伊朗現在它這個波斯灣呢，印度洋這邊的幾個港口全部被美國封鎖了，那麼伊朗現在唯一的生命線就是裡海。通過裡海這個航線跟大哥聯繫上，那這樣的話，伊朗就不至於啊很多戰略物資啊缺，比如說造無人機的零部件，那些東西很多伊朗都需要進口的。你比如小馬達，對不對？那什麼線路板，那玩意兒從哪兒進口呢？海上都已經被切斷了，對不對？只能通過裡海啊，裡海呢從中亞那些國家或者從俄羅斯運進來，這是它的最主要的生命線，海運嘛。再加上俄羅斯恐怕還有一些武器。雙方可以互補，所以這個裡海這個生命線顯得非常重要。人烏克蘭人
別的不說，先把你船給炸了一艘，也就是宣示啊，你这個地方不安全，安不安全我說了算。所以這個伊朗人就氣急敗壞啊，非常非常生氣。伊朗人吊着的最後一口氣啊，有可能被烏克蘭人給掐斷了。哎，烏克蘭人也不是吹的啊，因為人家已經把大哥的黑海艦隊，对吧？把大哥的這些防空系統給打的跟筛子一樣，黑海艦隊都已經沒了，是不是啊？你朗子靠你想指望誰來保護你呢？不要做夢了，這個，就是朗子你要敢報復啊，我就徹底把你這條線給掐斷。所以說啊，烏克蘭這一招啊，你也可以說是投名狀，對吧？你也可以說是這個烏克蘭把這個歐洲北約給帶到這個美國和伊朗的這個戰爭之中。所以這個啊，他跑去找特朗普，澤連斯基手上有牌呀，對吧？人這張牌雖然不是2個王，那也是至少是1個炸彈呢。第二個就是內塔尼亞胡啊，這是自這個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糾正以來，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第一次會面。哎，上一次一會面回去之後沒多長時間就把哈梅内伊送走了嗎？那這次一會面接下來幹啥呢？不用說，對不对？這肯定是來对表的啊。也就是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2個人就手術方案、治療方案，對吧？要在一起探討，到底是中醫治療還是西醫，到底是保守治療，對吧？還是乾脆切除開刀？所以，對吧？肯定是內塔尼亞胡跟特朗普在這方面達成一致啊。美國總統特朗普28日上午在白宮同到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會談。這是2人自美以2月底對伊朗聯合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以來的首次面對面會晤。據美國媒體報道，此次會晤持續了1個多小時，而特朗普此前剛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進行了約1個小時的會談。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在社交媒體發文稱，2場會談都積極且富有成效。白宮尚未公布更多會談內容。但據白宮此前發布的消息，除伊朗戰事外，2人還將討論有關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亞伯拉罕協議，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達成的3方框架協議進展。那麼外界就在推測啊，是內塔尼亞胡這次找特朗普，那一定是要聊這個伊朗的核設施、核計劃，尤其那個什麼高山核設施。內塔尼亞胡是不是給特朗普還帶去了什麼情報？比如說啊，穆吉塔巴藏身地是吧？有沒有什麼線索？特朗普說啊，美國太空軍正在嚴密監控伊朗高山的核設施。他強調，美軍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攝像頭監控該設施。我對高山的情況了如指掌，不是什麼大問題。我們已經摧毀了他們的核設施，將不得不摧毀高山。如果我們達不成協議，那就不談，我們會很輕易地將它摧毀。特朗普還抱怨啊，他說啊，我聽到內塔尼亞胡宣布了這件事，但他認為內塔尼亞胡可以直接和他說，而不需要向全世界宣布。我們控制這條海峽。特朗普說啊，赫爾墨茲海峽還是由美軍控制，現在他們可能在那裡丟幾枚水雷，制造一些麻煩，但海峽仍由我們控制。我們的海軍表現令人難以置信。在我們實施封鎖期間，沒有任何一艘船能夠抵達伊朗。特朗普說啊，而這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啊，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會談是2人最好的對話之一。他表示啊，此次會談體現了雙方全面夥伴關係、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雙方在確保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這一共同目標上保持一致。根據以色列時報報道啊，在周2，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之前啊，調解方也就是阿曼啊，還有巴基斯坦，就這調解方認為他們已經接近達成突破性協議，有望重啟美國與伊朗上個月簽署的諒解備忘錄。這就完全是2條線在整啊。什麼叫2條線呢？伊朗那邊是談判代表、談判派、改革派在跟斡旋方還在那兒口乾舌燥的在談判，衛隊對吧？根本就跟這個談判這些叫改革派啊，完全尿不到一個湖裡去。人家是自行其事，你談你的，我打我的，就這麼一個狀態。伊朗還威脅若無法與阿曼達成協議，我方就是伊朗繼續執行
現行霍爾木茲海峽管控方案。關于这個烏克蘭啊打擊里海的伊朗船只，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啊，他說烏克蘭外交部长向我保證，對一艘伊朗船只的襲擊是無意的，伊朗不尋求局勢升級，伊朗也不尋求局勢升級啊，烏克蘭不尋求局勢升級啊，但明確表示啊，任何針對我國公民或利益的襲擊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須對損失進行賠償。這個顯然啊，雙方啊都願意降溫，因為什麼呢？因為澤連斯基已經說了，對吧？我打的就是伊朗的船，早就想打了。這個伊朗外交部長說了啊，你這就是侵略，我要報復，但是到現在他也不敢報復啊。剛才已經說了，烏克蘭根本就不差伊朗那幾顆導彈，對吧？因為人家每天都接受這個俄羅斯的導彈的洗禮啊，也不差你那幾顆，是不是啊？一旦這個伊朗啊，如果真的對烏克蘭發射導彈，那必將激起歐盟、北約這些國家的強烈抗議，對吧？那局勢就失控了。所以說，朗子也是喊一喊，烏克蘭呢，那就借坡下驢，对吧？反正我就警告了你啊，你這個里海這航線啊，隨時被我掐斷。這個烏克蘭的外長說的也很明白啊，他說我啊，目的是避免事態升級，烏方的一切行動旨在保衛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什麼意思啊？一切對吧？你資助俄羅斯，那就是在我打擊範圍之內。你給俄羅斯用武器，用這些軍用設施，沙赫的無人機，對吧？這些東西，那我就要炸。那至於伊朗那個貨船裡面用的到底是什麼，那不就是烏克蘭人說了算嗎？烏克蘭想炸的時候就說那裡面用的都是，是吧？資助啊俄羅斯用於侵略烏克蘭的武器，所以我給你炸了。伊朗的這個副外長啊，直接宣布，伊朗不再承認國際海事組織1968年批准實施的霍爾木茲海峽交通分離制，叫 TSS 啊。伊朗需要對航運擁有更大的控制權，以此保障國家安全。排雷只能由伊朗負責，不允許第三國介入。這個衛隊啊，更加強硬啊。伊朗方面28日消息啊，說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發言人说啊，接受美國使用伊朗資產進行所謂賠償的任何國家或公司，其所屬船只將不被允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發言人說啊，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宣布利用伊朗被凍結資產賠償以美衝突期間受損船只，伊方認為這些船只受損是由於美軍制造的地區不安全局勢以及違規駛入霍爾木茲海峽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通道所致。他警告稱啊，即日起任何支持伊朗上述提議和使用伊朗被凍結資產的國家或公司所屬船只將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這朗子可以啊，你的船如果走南線走阿曼那一側，那伊朗就要打，伊朗打完了，美國說了啊，所有被打的船用美國凍結的伊朗的資金來賠。那朗子也說了，誰要敢接受這個賠款，那你們的船啊永遠別想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見一次打一次，而且就不允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那你說這是鬧的。所以說啊，雙方在霍爾木茲海峽這兒那是寸步不讓。你看還沒到核協議呢，就這兒，對吧？已經進入死胡同，所以雙方不打個你死我活是解決不了的啊。那今天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新聞呢，就是伊朗的衛隊啊，伊朗人開始威脅特朗普的夫人，叫梅拉尼亞。當地時間7月27日，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伊朗發布刺殺特朗普的妻子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的指南。什麼指南？就是他做了一個視頻啊，這視頻中列出了梅拉尼亞經常去的地點，還有梅拉尼亞坐的車啊，在車上上車的那些，在車上的那些照片，然後是在曼哈頓第5大道上的連鎖店，也就是梅拉尼亞經常去的地方，經常露面的地方，還有他坐的車，就這些信息啊，在視頻中進行公布，並且啊，還非常體貼的教了很多刺殺梅拉尼亞的方法。也就是把矛頭對準了啊，美國第一夫人。這個怎麼說呢？理論上是可以的啊，因為你特朗普你把這個哈梅內伊啊一家都送走了，对不对？最後就剩下一個穆吉塔巴，還燒成植物人了，燒焦的植物人。那人家報復啊，
不擇手段報復，這個对吧？多少也說得過去啊。所以这個據媒體報道啊，這個梅拉尼亞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公開露面了，這也恐怕啊，美國早就防到了這一手，對吧？也就是伊朗人會對特朗普的家人下手，那美國中情局是吧？或者美國的這個安全這個特勤局啊，那對特朗普的家人恐怕是加大保護力度。但是啊，這個伊朗人這麼整啊，還是挺嚇人的。你在這個德黑蘭，把特朗普一家都已經標出來啊，棺材都準備好了，都死了。現在又發這樣的視頻，給人感覺是對吧？魔法攻擊啊！所以特朗普有一次開會對吧？說坐那兒罵了半個小時，高強度輸出啊，狂罵這個伊朗這個領導人，伊朗革命衛隊都是人渣。這些事情啊，我想恐怕都會影響到特朗普啊，會加深特朗普的一些做法。那現在既然伊朗对吧，人家已經打了這個特朗普一耳光，幾耳光啊，那看特朗普怎麼反應。還有網友說啊，說你這個伊朗人呢，你到底是要報復特朗普，還是幫特朗普，對吧？你要報復特朗普，你就不應該去把目標對準第一夫人呢。人家特朗普把这個對吧，把那哈梅内伊的夫人這一家都炸了，那是沒辦法，因為他們在一起，是吧？那沒法區分開啊，斬首啊。人家目標不是針對啊哈梅內伊這個，對吧？那幾個老婆，人家目標對準是哈梅內伊，你這把目標對準了第一夫人，你這是對吧？你這是在幫特朗普啊？為啥呢？說啊，這不有句古話嗎？叫升官發財死老婆，這三大喜呀。那你說特朗普現在也升官了，對不對？美國總統發財，那肯定賺了很多錢，對吧？已經人生大圓滿2個了。你再把他老婆殺了，那不是他馬上也納妾了啊，對吧？再娶個小的，你這到底是懲罰特朗普還是在幫特朗普？7月28日，英國《泰晤士報》報道稱，美國與以色列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和摩薩德正在開展一項高度機密行動，旨在查明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的藏身地點。據報道稱這項行動已經持續一段時間，情報部門此次行動目標並非刺殺哈梅內伊，核心任務是確認他是否在世、身體狀況以及藏身之處。報道指出哈梅內伊在其父離世且傳出身負重傷的消息後從未打過一通電話，也沒有使用過任何電腦設備，這使得電子偵察手段幾乎無從發揮作用。CIA 與摩薩德寄希望於安插在伊朗境內的特工網絡，試圖通過負責向其傳遞書面信息的信使追蹤到哈梅內伊的位置，只能人肉搜索啊。好，接下來咱們敬請期待特朗普的表演，看看特朗普有什麼大動作。這一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